如果我同你講，過去50年地球上嘅野生動物數量平均下降咗73%，你第一個反應可能唔係恐懼，而係一種好典型嘅現代人反應。然後繼續滑手機，因為73% 呢個數字對我哋嚟講太抽象，冇畫面、冇聲音、冇氣味。但如果我換一個方式同你講，將呢個數字變成一個你可以見到，甚至可以感受到嘅畫面，件事就會完全唔同。你試下想象一個地方，唔使去亞馬遜雨林，亦唔使飛去非洲草原，就當係一個你熟悉嘅環境，例如香港嘅郊野公園。你行入去，見到樹，聽到鳥聲，有昆蟲，有風，一切都好似好自然，好正常。但如果你可以將時間倒退50年，喺同一個位置再行多一次，你會發現聲音會密好多，動物會多好多，甚至你會覺得個世界係活嘅。而家你見到嘅其實唔係自然，而係一個被削弱咗嘅版本，一個經過長時間流失之後，仍然維持住外殼嘅生態系統 ecosystem。而最諷刺嘅地方係，你完全唔會覺得有問題，因為你從來冇見過原本應該係點。喺講落去之前，我哋一定要搞清楚一件事：當科學家講下降73% 嘅時候，佢哋並唔係話有73% 嘅動物消失咗，更加唔係話有73% 嘅物種滅絕 extinction。如果真係咁，人類而家應該唔係坐喺度睇片，而係喺屋企種菜。呢個73% 講緊嘅係一樣叫做 population decline 嘅嘢，即係族群數量下降。族群 population 唔係一種動物，而係某一個地區入面同一物種嘅一群個體。例如香港某條河入面嘅魚可以係一個族群，非洲某個森林入面嘅大象可以係另一個族群，太平洋某一片海域入面嘅鯊魚又係一個族群。同一種動物其實分散喺唔同地方，變成好多個獨立族群。而科學家做嘅就係長時間追蹤呢啲族群嘅數量變化，然後將幾千個族群嘅數據加權平均 weighted average， 最後得出一個全球趨勢下降73%。換句話講，如果1970年一個族群有100隻動物，而家只剩27隻，呢個就係73% 下降。重點唔係一個族群，而係成千上萬個族群都係發生同一件事，數量變少。到呢度你可能會覺得，但仲有27隻未死晒，有咩咁嚴重？問題正正喺呢度。族群下降其實係滅絕之前嘅過程，而唔係結局。當數量太少，動物之間難以接觸，繁殖率下降，基因多樣性 genetic diversity 減少，對疾病同環境變化嘅抵抗能力下降，最終就會進入一個叫做 functionally extinct 嘅狀態，即係雖然仲有個體存在，但已經冇能力維持種群延續。所以73% 唔係結束，而係中斷，一條向下嘅斜坡。如果你想睇一啲真實例子，第一個係加州彎鼠海豚 Vaquita， 1997年大約有600隻，而家少於10隻。最黑色幽默嘅地方係冇人專登去殺佢，佢之所以消失，係因為人類用刺網捕魚 gill net fishing 而誤捕到佢哋，即係話人類只係想捕另一種魚，但因為用呢個刺網方式捕魚，就順便捉埋佢哋。人類最強嘅技能之一就係唔需要有惡意都可以做到滅絕。同樣嘅情況喺森林入面發生緊。婆羅洲紅毛猩猩 Bornean Orangutan 喺10幾年之間消失超過10萬隻。原因係種植棕櫚油 （palm oil）。棕櫚油存在於餅乾、零食、洗頭水、化妝品入面。
對人類嚟講，呢個叫方便；對紅毛猩猩嚟講，呢個叫冇屋企。佢哋唔係即刻死，而係被逼離開。問題係走去邊？當森林被砍伐，動物會嘗試遷移，但棲息地已經被切碎 （fragmentation）。佢哋要穿越馬路、農地，甚至城市。你可能見過野豬入市區，有馬騮同蛇喺屋苑出現。人類會話動物入侵，但其實係我哋入侵咗佢哋嘅地方。好多動物最後死喺馬路上，而唔係森林入面。有啲成功走咗，但因為冇食物、冇空間、冇配偶，幾年之內慢慢消失。海洋入面情況同樣荒謬。藍鰭吞拿魚 Bluefin Tuna 曾經係頂級掠食者 Apex Predator， 而家變成壽司，一條魚可以賣幾百萬美元。你以為自己食緊高級料理，其實你食緊一個生態系統嘅頂層結構。當頂層消失，會出現 Trophic Cascade， 即係食物鏈連鎖反應。但餐廳依然滿座，因為問題發生喺海入面，而唔係你張餐桌。另外，2021年嘅 Nature 研究指出，自1970年以來，遠洋鯊魚整體豐度下跌71%，主要原因係捕撈壓力大增。鯊魚係頂層掠食者，佢哋少咗唔係少啲恐怖片，而係海洋食物網會失衡，連鎖反應可以推到漁業資源同珊瑚系統。如果講淡水，情況更加極端，淡水物種平均下降超過80%。河流同湖泊本來係生命最密集嘅地方，而家變成發電站、排污系統同供水渠道。魚唔係即刻死，而係繁殖路徑被阻斷，水質變差，慢慢消失，最後剩低嘅往往係最能適應污染嘅少數物種。從地區睇，拉丁美洲下降94%，非洲65%，亞洲55%。呢個唔係意外，而係系統性崩潰。當我哋講棲息地破壞 （habitat loss） 嘅時候，好多人腦入面第一個畫面係一棵樹被砍低，然後一隻動物好慘咁死咗喺旁邊。但現實其實冇咁戲劇性，甚至可以話更加安靜、更加無聊，亦更加殘酷。大部分動物唔係即刻死，佢哋係被逼走 （displacement）。你可以想象一個森林本來係一個完整嘅網絡，有食物、有水、有遮蔽、有繁殖空間。然後某一日，人類入嚟，開始清理土地、興建道路、種植棕櫚油，或者起一個住宅區。對人類嚟講，呢個叫發展 （development）； 對動物嚟講，呢個叫冇咗屋企。但問題係，動物唔會坐喺度等死，佢哋會走。問題係走去邊？如果附近仲有森林，佢會試圖移動，但當森林被切割成一塊一塊 fragmentation， 動物就要跨越本來唔屬於佢嘅環境，例如馬路、農地，甚至城市。人類會問，點解咁多動物入嚟我哋住嘅地方？但實際上，問題應該反過嚟問，點解我哋會入侵咗佢哋原本嘅地方？當動物被迫遷移，佢會面對幾個問題。第一，佢未必識去找尋新嘅食物。第二，新地方可能已經有其他同類族群，資源競爭會增加。第三，佢可能要穿越高風險區域，例如高速公路。而好多動物其實死喺路上，而唔係森林入面。你喺夜晚開車，見到路邊一隻被撞死嘅動物，對你嚟講只係1秒鐘嘅畫面，但對一個族群嚟講，可能係一個繁殖個體嘅消失。而更加常見嘅情況係，動物成功走咗，但生存唔到好耐，因為佢哋失去咗原本熟悉嘅環境，食物唔夠，壓力增加，繁殖率下降，最後族群慢慢縮細。呢種消失方式係最難被察覺。再講過度開發 overexploitation，
你可能會以為係古代獵人追住動物跑，實際上現代人唔會咁辛苦。我哋有拖網、trawling、聲納、sonar、衛星定位、satellite tracking、冷鏈運輸、cold chain logistics。簡單講，人類已經由捕食者進化成工業級捕食系統。以海洋為例，拖網捕魚唔係釣魚，唔係一條一條釣上嚟，而係一張巨型網喺海底拖行，經過之處，幾乎所有生物都會被掃走。唔係淨係魚，仲包括珊瑚、海綿、底棲生物。呢個過程，有人形容為海底森林被泥平 （clear cutting the ocean floor）。而最諷刺嘅係，呢種方式係為咗效率。你可以咁理解，人類唔再係食物鏈入面嘅一部分，而係變成一個外掛系統 （external extractor）。我哋唔需要平衡，只需要產量。而當你食一塊吞拿魚壽司，你唔會見到背後成個系統被清空，你只會見到一塊靚嘅魚肉，配上一點芥末，仲有一個好精緻嘅價錢。呢個就係現代文明最成功嘅地方，將破壞變成美感。講到氣候變化 （climate change），好多時會被簡化成地球變暖，但實際上問題唔係熱，而係不穩定 （instability）。地球嘅氣候系統本來係一個相對穩定嘅能量平衡 （energy balance）。當二氧化碳增加，熱量被困住，整個系統開始出現偏移。對動物嚟講，佢哋唔需要理解攝氏1.5度係咩意思，但佢哋會感受到冬天唔再凍，夏天更長，雨季改變，食物出現時間唔一致。例如，有啲鳥類會根據氣溫遷徙，但佢哋到達目的地時，昆蟲已經早咗出現同消失，導致食物錯配 （phenological mismatch）。你可以想象，你準時去食自助餐，但所有食物已經收晒。珊瑚 （coral） 係另一個例子。當海水溫度上升，珊瑚會排出共生組 zooxanthellae 變成白色，即所謂珊瑚白化 （coral bleaching）。珊瑚未必即刻死，但如果高溫持續，佢就會死亡。問題係，珊瑚礁唔只係一種生物，而係一個城市，裏面住咗無數魚類同其他生物。當珊瑚死，整個海底城市就會崩塌。污染 pollution 聽落好似好普通，但實際上佢已經滲透到一個你想象唔到嘅程度。微塑膠 microplastics 已經被發現喺海洋、空氣甚至人類血液入面。科學家估計，一個人每星期可能攝入相當於一張信用卡重量嘅塑膠。你可以想象，一條魚食咗微塑膠，然後你食咗條魚，你以為自己食緊蛋白質，其實順便食埋一啲石油產品。呢個唔係未來，係而家。而對動物嚟講，污染唔一定即刻致命，但會影響繁殖、免疫系統、內分泌 endocrine disruption， 即係話動物可能仲係生存，但已經冇能力維持族群。呢種慢性影響比急性死亡更加難察覺。最後講入侵物種 invasive species， 當一種外來物種進入一個新環境，冇天敵，資源充足，佢可以快速繁殖，壓制本地物種。例如某啲島嶼引入老鼠之後，鳥類蛋會被大量吃掉，導致整個鳥類族群崩潰。你可以將生態系統想象成一個已經平衡嘅遊戲，而入侵物種就好似一個開咗外掛嘅玩家，直接破壞規則。如果將以上所有因素拼埋，你會發現一樣嘢：動物唔係突然消失，而係被慢慢趕走。有啲走咗，有啲死咗，有啲仲喺度，但已經唔再足夠。食物鏈 food chain 係一個好好嘅例子，由浮游生物到細魚，到大魚，到人類。如果底層出問題，上層一定會受影響。蜜蜂作為受粉者，
pollinators 負責約75% 農作物。如果蜜蜂減少，食物供應會受影響。到時問題唔再係動物，而係你每日食咩？最諷刺嘅地方係，人類一直以為自己係食物鏈頂端，但其實我哋係最依賴底層系統嘅物種。你每一餐都來自一個複雜嘅自然網絡，你每一口空氣都依賴植物同微生物。如果呢個系統開始崩潰，人類唔會例外。到呢度，你應該見到73%唔係一個可憐動物或者愛護動物嘅故事，佢係一個風險指標，係一條界線，一個臨界點 （critical point）。當一個系統失去超過一半生命，佢可能仍然存在，但已經唔再穩定。問題唔係動物，而係人類。數字本身冇立場，佢唔會恐嚇你，亦唔會安慰你。臨界數字存在嘅目的唔係預測未來，而係當風險仍然只係數據，我哋就應該開始討論。呢度係臨界數字，每一個數字都是一次警告。